既然被老婆看见了，我就给他来个偷梁换柱。这臭小子鬼鬼祟祟的，他在干嘛？原来这儿子拿个大白菜在套路儿媳呀，为娘给出手了，不然儿媳就要吃生的大白菜了。这种啊，等我今天尝样子，我一点就吃下去。司机长，我来分一下好不好？老婆，再来看，来，老婆，再来看，老婆，再来看。不是我，又不要钱啊！那个小妹，大哥，喂，老婆，大哥，你好，不，你要吃那个，我来吃了。你要来，你要拿着手机。你等我。哎呀，别让别人看上不去了。来，上车，下吧。这个，你以为我每个年纪对这种男的都一样？我最后一个，小，好吃，这去吧。